后来继续要来讲，这个空气有够歹的歹，敏感的族群都要特别注意。环保署的空气品质监测网是来测出到西北部有几哪个所在达到红害的等级，上严重的是高雄12个测站有8个达到红害。高雄市的空气有够歹，民众有挂嘴暗出门的人拢反映讲，这2天真无爽快，一直扫然后过会痛。都会打喷嚏跟那个一直揉啊，是很雾啊，然后很容易眼睛痒。这波空气污染是为18暗时开始变严重的，主要是大气扩散的条件无好的影响。依照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显示，早起9点，西半部、苗栗以南、甲离岛金门12个县市内面有13个测站达到红害等级，上严重是高雄市。12个站拢总空气不良，8个达到红害等级。中南部民众更加注意的是，主要污染物气价 PM2.5， 每小时的浓度一直升悬，一定要防范。高雄的空气遮歹，市政府规划要伫校园斗空气的清净机。因为最近有民众铺上网络讲，有要求企业进行不落资管，市长讲无这个代志。高雄市政府绝对不可能要任何厂商违反他们的意志来帮助我们高雄。这波空气污染还会继续，提醒较敏感的人尽量留伫室内自我保护。